打 google.com 就去到 Google。其實電腦唔識英文㗎，背後有翻譯員幫手，電腦之間溝通用 IP 地址。但係我哋邊記得到咁多串數字啊？呢個時候 DNS 就出場啦。佢就好似互聯網嘅電話簿咁，當你輸入網址，DNS 就會幫你將佢翻譯成對應嘅 IP 地址。過程係點？瀏覽器會先喺自己部機嘅快取度揾下有冇記錄，揾唔到嘅話，就會去問你上網台，即係 ISP 嘅 DNS 伺服器。再揾唔到，就會逐層向上問跟域名同埋頂級域名伺服器，最後由權威域名伺服器俾一個確實嘅 IP 地址你部電腦。其實域名係有分層級結構嘅，就好似我哋寫地址咁樣。舉個例 ，edb.gov.hk 入邊。HK 係頂級域名，代表香港 ；Gov 代表政府機構，而 EDB 就係教育局，分得好清楚嘅。有咗 DNS 喺背後默默做翻譯，我哋上網就變得好簡單啦。